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2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一个房企的消息。最近大公文汇报报道，长实集团位于香港观塘安达臣道的港人首置盘住宅项目被揭发地盘分判商涉嫌行贿工程监督人员，换取宽松监管，以赚取更多利润，造成地盘全部6座大楼钢筋配置与图则不符，出现钢筋疏了、少了、幼了、没了等情况，也就是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豆腐渣工程。联署上周展开行动，以涉嫌行贿、受贿、串谋诈骗及使用虚假文件等罪名，先后拘捕10名男子，年龄介乎29岁到52岁，包括1名大判员工、5名分判商、东主及员工、4名工程顾问公司驻地盘监督。联署搜查涉案公司的办公室、涉案人住所，检获包括建筑材料、采购工程单据、质量检验知悉等记录。联署执行处总调查主任雷家聪透露，涉及的甜头包括几千至几万元的利是、月饼券、多次到高级餐厅吃饭以及到夜总会消遣等，涉及贿赂的礼品总值仍在点算中，相关的款待每次达2000至3000元不等，每次夜总会消遣2至3万元。这次卷入贪污案的港人首置盘用地是由长实于2020年5月以49.5亿投得，项目规定除新建私人住宅外，地契还规定在项目落成后，房屋将选取不少于1000个单位作为港人首置盘，以市价8折出售给合格的本地人士，就是类似于保障房吧。长实去年6月在申请预售楼花同意书时被拒，至12月再申请时再度被拒，原因为鉴于地契条款的要求，而发展商未能符合有关条款，该申请被认为为时过早而被拒。这个长实大家知道了，那是超人的，最近可以说超人是流年不利。自从卖港口之后，接二连三的遭到舆论的关注。卖港口，北京的叫玉翠园是误盘惜售，这一次又说香港的楼出了问题。你不管怎么说，香港的楼出问题未必跟超人有什么关系，但是接二连三的，尤其是大公文汇报率先把矛头对准这个长实，对准超人，这个还是让人产生联想，是不是一场针对超人的运动就要开启？当然了，这个只是一种推测，或者是一种给人感觉的印象。大公文汇报关于长实在香港的叫保障房，他所描写的这些东西，在香港那是绝对不容许的，那是犯法，廉政公署会抓你。你看里面都是2000、3000利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花2000块钱请人吃个饭，送月饼券，到夜总会消费2万到3万一次，在香港这是犯罪，要抓人的。但是在咱们这儿那不是家常便饭吗？你2000块钱请人吃饭，你好意思？一瓶茅台都已经3000多了，夜总会消费2至3万，你香港消费本来就高，我也不知道呢，2万到3万，香港的夜总会能玩这个啥出来？那显得很寒碜。高级餐厅吃个饭2、3千，那能叫高级餐厅吗？我上次去香港，好像是在香格里拉边上一个西餐厅，就随便吃了一下，人均是1000多，没看出多高级。这个要拿到内地了，这就非常寒碜了。要在内地，你这玩意儿你花了这么多钱，肯定啥也办不成。但是在香港，对不起，这是要抓人的，给人感觉好像这个是针对长实申请预售2次被拒。所以说山雨欲来啊，风满楼。我们再看看泰国的房地产，因为国内这楼市低迷，很多国内的人跑到国外去买房，日本、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泰国，好像也很多中国人愿意去在那儿投资买房。前一阵子不搞得沸沸扬扬的，搞得华人跑到泰国买房，后来狗咬狗一嘴毛。我记得咱们节目还介绍过，粉丝买了偶像推荐的楼盘，后来发现上当受骗，现在好像还没结局。我们看看这个泰国头条新闻报道说，泰国楼市换风向，大陆买家大幅减持，但仍稳居榜首。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在泰国买房子都在卖了，在减持，但是中国人买的房子还是稳居第一。泰国头条新闻社报道是5月24日，据泰媒报道，在全球经济波动以及国内外购房者普遍谨慎的背景下，泰国住房银行房产数据中心公布了2025年第一季度外国人购买泰国公寓的产权过户数据。数据显示，外国人在泰国公寓产权转让3919套，金额达
达164亿泰铢，较去年同期略有下降。目前外国人在泰国房地产市场的持有量占总转让金额的29%，不到30%。说尽管市场面临外部不确定性，多个国家和地区仍保持在泰房产投资的领先地位。然而，整体产权转让数据反映出，受全球经济放缓影响，国内外买家都日趋谨慎的选择。中国大陆在泰房地产转让量仍居榜首，第一季度共转让1481套，金额达61亿泰铢，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买家的房产转让量下降了19%，反映出中国购房者因本国经济因素及全球投资环境趋冷而更为谨慎。值得注意的是，缅甸房产转让量跃升第二，增长12%，这显示出尽管总金额下降30%，缅甸投资对泰国房地产需求正在上升。这种趋势可能受到缅甸经济扩张及仰光等地居民对曼谷住房需求增加等因素推动。说俄罗斯市场持续增长，投资者在泰国房地产转让金额增长了6.9%，尽管转让套数略有减少，这一增长可源自俄罗斯投资倾向于在大城市购买高价物业，特别是热衷于高端房产项目。上述数据凸显出外国买家在全球经济尚未完全复苏背景下仍然谨慎的心理。亚洲和欧洲多地对泰国房产投资普遍放缓。从房产转让金额来看，中国仍稳居第一，其次是缅甸和俄罗斯。虽然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转让套数下降，但金额却显著上升。中国人喜欢买房，到处买，不光在泰国买，中国人还在迪拜买房。这个新周刊前2天有个报道说，在迪拜倒腾房子的中国人差点暴富。世界上最火热的房地产市场在哪里？但全球多数国家的房价正进入低迷时期，位于阿联酋的迪拜房产市场却迎来了连续4-5年的增长。迪拜房产市场回温反弹，是多种因素叠加影响。一方面，外部局势不稳定，地缘冲突前景不明朗，美国一系列关税政策加剧全球通胀，在资本上提供安全港湾，在政治上选择中立的迪拜成了人们投资买房的绝佳目的地。另一方面，在2020年之后，迪拜一直采取宽松政策，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到此常住，其中黄金签证政策更吸引了一大群高净值人群到此置业定居。他这个文章很长，讲了很多中国人在迪拜当房产中介，倒腾房子，买房子卖房子。由于迪拜的房价在涨，所以这些人收获颇丰。当然还有最近的关于在日本买一户建，还有最近在美国买房，美国是德州还是哪儿出台法律，对吧？禁止中国人在那买房。这个实际上都反映出国内的楼市不景气，国内楼市不景气导致部分热钱都流到国外去炒房子。我还是那个观点，你在国内买房子都买不明白，你跑到国外买房子投资，但是你住是另外一回事。你说你移民到美国，或者移民到日本，甚至有的移民到泰国，你需要买套房住，我觉得这个小心谨慎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要炒房，我觉得还是要谨慎再谨慎。你在国内都炒不明白，你跑到国外去，那不是妥妥的韭菜吗？相当于人家在国内不好骗你了，国内不好割了，把你骗到国外去宰。血淋淋的例子多的是，血淋淋的教训，对吧？在国外投资看上去很美，但是第一个是人文环境不一样，法律也不一样，各种商业模式也不一样，所以你要在国内这个思路，你跑到国外买房，十有八九是要赔钱的，是要上当受骗。因为我们国内不管怎么说，房价虽然高，但是持有房子的成本很低。你买了房之后，基本上不用再交什么钱了，你就是交点物业费、暖气费，完了这玩意还可以跟人扯皮，你可以拖着不交，物业还拿你没办法，物业完了之后得求你折合打折，暖气费你也可以跟物业谈少交等等。咱们这房子贵，但是持有成本可以说非常低。国外的房子房价未必贵，它房价有的时候很便宜，或者是贵，但是它持有成本那是肯定贵，而且你稍有不慎你就被罚。你在国内你可以赖，你可以玩一拖，那玩意一拖，你在国外你拖一拖看看，账单寄给你，你不交你就完蛋了。所以在国外房子持有成本恐怕是个非常大的压力。他的老师在美国买的房子，年年交房产税，这么多年交下来，几发这个导弹似的买得起的。所以说，如果你抱着投资的目的，还得小心。什么？我记得柬埔寨西哈努克还是什么哪个港名字我忘了，这不就是专门宰中国人的吗？
中国人多少人在那投资买地买房，现在血亏。泰国也有一波人专门宰中国人，忽悠你去买房。我记得有一阵子胡志明还河内那个房产也特别火，全部是针对中国人的，因为他知道中国人喜欢买房子，喜欢炒房，这些人恐怕都是高位接盘呢，都接了杀猪盘。你看国内现在骗局就更多了。昨天很多媒体报道，文旅康养巨头山与海，这名字叫的公司叫山与海，涉嫌非息被立案，曾挂牌新三板，瞄准高净值中老年人群。文旅康养巨头山与海，你看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立案侦查。素有候鸟市旅居第一股之称的上海山与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山与海集团呢，近日被推上风口浪尖。具体来看，一则落款为西湖区山与海处置专班的通告显示，近日山与海集团已被上海、杭州两地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案侦查。针对该起事件，新浪金融研究院致电了上述通告公布的电话，对方证实通告内容属实，已经立案，目前案件仍在办理阶段。新三板上市公司居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山与海集团呢，号召是候鸟式养老康养项目一家以中高端人群健康享老需求为核心的文旅康养企业山与海集团内部业务版图频频扩张，除康养外，亦涵盖房地产、海外金融、景区开发运营、海外矿业等领域。幸好没搞什么人工智能、什么算力。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是健康享老会员制企业，以中高度人群健康享老需求为核心，不是养老，是享老，享受老年生活。通过旅游、度假、健康、医疗、养老、社交、终身学习等多维服务，构建出一个中心、多项驱动的生态养老产业闭环，大力布局大康养产业生态圈。其中，山与海康养在国内外拥有70余个康养基地，搞了个有点像养猪基地一样的养牛基地、养殖基地，它这叫康养基地，分布在中国浙江、海南、广西、广东、安徽、江西、山东、江苏、湖南、湖北、四川、云南、贵州、辽宁、山西以及日本和泰国。你看看，中日还是把手伸向了日本、泰国通过自建自营、业主托管、合作加盟等形式，形成了山与海康养基地体系。山与海瞄准的是群体是高净值中老年人群，也就是回进站的人。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针对选择该群体的原因，山与海集团董事长熊雄此前表示，此群体最大特点是有钱有闲，候鸟式旅居一定得具备相当的购买力，他们对钱不是特别敏感，需要的是精神消费，已经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需要解决的是老有所乐的问题，精神需求是第一位。公开信息，该公司的口号是有温度的康养，有力量的陪伴，远景目标为打造乐龄人的精神家园，实现100位100岁健康快乐长者和山与海111，这个愿景相当美好。该公司实行会员制，山与海集团子公司山与海股份已经从三板摘牌了。说主营业务是候鸟式旅居度假服务，以度假基地为依托，向会员提供候鸟式旅居度假服务。客户若要享受候鸟式旅居度假服务，需先向公司一次性支付1年或若干年会员费，成为公司会员。客户缴纳会员费，申请加入会员后，在会员期内不再付费，就可以得到各种服务和商品，或者以低于非会员的价格提供服务。作为一家以中高端人群健康享老需求为核心的文旅康养企业，山与海集团内部业务版图频频扩张，除康养外，亦涵盖房地产、海外金融、景区开发运营、海外矿业等领域，还曾连续9年入选浙商全国500强，太会包装自己了。以海外投资为例，山与海集团方面介绍，其旗下全资子公司在哈萨克斯坦叫阿拉木图州拥有130个区块、323平方公里的矿权，远景储量近100万吨铜、20吨金及其他稀有贵金属，经济价值超1000亿元人民币，超大型矿山。这个我不得不多说一句，凡是要投向
矿的，你都小心一点。你房地产都投不明白，你还投矿？你房地产比较简单，地理位置好不好，周边配套成熟不成熟，周边有没有什么有名的学校，有没有地铁，这玩意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再看看周边的小区价格多少，你就大概清楚了。你这矿是在地底下，鬼知道啊！你就是勘探探明，那玩意也是说不清道不明。你买矿那就是赌，这跟那赌石是道理差不多的，没什么特别大的区别。更何况在境外投资矿，那基本上就是在给你讲故事，千亿矿权。所以记住了，以后你的投资，只要人家给你讲什么是投矿，你就要高度警惕。如果说是这个矿在海外，那基本上就可以认为他是个骗子。最著名的应该是咱们安徽的一个企业家，名字我也忘了，搞铜的，跟徐家印关系还非同一般，给徐家印写过藏头诗的世界铜王，居然也爆雷了，故事讲不下去了。我们接着看这个文章怎么说的。他说熊熊，也就是这个山与海的创始人老板熊熊，曾在采访中谈及跨界矿业。他表示，矿业不应局限于单一的资源开采，而是要成为一种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在他的规划中，哈矿项目不仅涉及矿产资源开发，还融合了康养服务和休闲旅游等元素，旨在打造一个综合性的产业集群，助力企业实现业务多元化和创新突破。那言下之意，胡一进老师买他一个会员，以后可以到哈萨克斯坦去康养旅游，顺便去挖矿，体验一下挖矿生活，挖个2个月，当当矿工下矿井，沉浸式体验，这叫生态。而在扩展业务榜单的同时，山与海集团也在寻求上市。公开信息显示，2024年12月，山与海集团旗下西安健康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 IPO 申请，冲击纳斯达克上市。而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补充材料要求，山与海需补充说明股权架构搭建以及反承并购的合规性、主营业务等情况。比如在关于主营业务情况方面，中国证监会要求山与海说明报告期内你公司是否存在强迫交易、制售假劣药品、虚假宣传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一般的像这种情况，证监会让你补充这些材料，他不是乱写的，他不是让你瞎补充，他是接到别人举报，一般是这样的。有消费者举报了，证监会他就了解了这情况，他就会让你说明，让你承诺。说值得注意的是，山如海集团官网已无法正常打开，山如海旗下麦子租赁被曝无法提现年化达12%收益。实际上，山如海集团被立案最初或始于麦子租赁。官网介绍说，麦子租赁是山如海集团旗下品牌，运营主体为前述杭州麦麦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电子产品销售和委托租赁业务，专注于提升用户在高端智能科技产品、电子产品等体验感和便捷度，帮助用户降低新产品使用成本，也为部分有需求的用户提供商品购买业务，同时为部分有需求的用户提供委托租赁业务，赚取佣金。麦子租赁方面介绍简单点说，把高端的相机租给胡一进老师搞人体摄影，胡一进老师不愿意买，他愿意租一个玩个2个月就还回去，这不就是养老加上租赁，这不就是生态吗？商业闭环吗？经查询，麦子租赁官网发现，该平台提供华为 Mate 70、苹果16 Plus、小米14等产品。原来是租赁手机是吗？这些老人需要这些手机干什么呢？拍照是吗？以华为 Mate 70为例，该产品转租税率 12%， 转租期限为30天，租赁物品单价为6999元。这个什么生意模式呢？这你都想不明白，你知道吧？你不知道这玩意儿它是怎么赚钱的。该公司进一步举例解释说，甲想买一件商品，但是钱不够，于是找到了乙，希望乙出钱购买商品并出租给甲，甲按期付租金。在此过程中，该商品的所有权依然属于乙。这个我感觉好像航空公司买飞机，买完飞机之后出售返租，因为航空公司都这样，他跟波音买一架飞机，然后把飞机提回来之后，把飞机又卖给银行，银行的租赁公司啊，中银什么的，好，银行把这个飞机再租给航空公司，这些都是人才啊，能把飞机租赁用在手机上面。值得注意的是，另有公开消息称，麦子租赁今年4月被曝无法提现，该平台以高收益理财产品吸引投资，实现变相 P2P 模式，其中部分投资者质疑其与集团旅居养老业务的资金链关联。针对如何保证资金安全一事，麦子租赁方面在官网解释，委托租赁的模式对于投资人来说，提供的是租赁物而非资金，故而没有资金池的问题，租金
则是由麦子租赁代为收取。麦子租赁平台对于承租人进行了严格的风控审核，且与其他机构合作对接了央行征信系统，保障租金的正常返还。投资人可以在账户中心查看资金回笼情况。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查一下单于海集团，这个老板很厉害，把自己包装打造成一个成功的商业人士，还经常上课卖课。失败的地方就在于没有大爱，赚的钱没有带员工分，没有爆改别的养老的公司，所以他搞不下去很正常，最后就变成个诈骗犯了，被警方立案调查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啊。所以看多了这样的故事，对那些包装的高大上的东西，你就本能的要提高警惕，要怀有一颗敬畏之心的，不要轻信这样的骗局啊，数不胜数。最后我们再看一看这个，还有一条新闻说的是现在银行利息下调了，深圳有楼盘的租金回报率就显得高了，跑赢银行的存款。5月20日最新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公布，这其中1年期 LPR 为 3%，5年期以上 LPR 为 3.5%， 均较此前下降10个基点。随着5年期 LPR 降至历史低位，购房者月供成本进一步降低，部分城市的商业房贷利率进入2字头时代。这个纯粹是吹牛，不知道哪个城市进入2字头时代了，不清楚。现在都是 3%， 算是低的，有的是 3.1%。加上公积金利率下调、存量房贷利率调整等政策，房地产市场迎来强有力的降息降成本组合拳。多数购房者认为月供成本进一步下降会提振自己的购房信心，希望后续还有更多的优化措施，那就继续降呗。此外，一些打着低总价高租金的商务公寓或者小户型二手房成为房产中介经理推销的新热点。在深圳龙岗和福田区有商务公寓顺势推出特惠单位，总价在80万元左右就能上车，租金回报率还能跑赢存款利率。以一套85万的公寓为例，月租金保守估计2000元，回报率就已经达到了 2.8%， 远远超过存款利率。有新房营销经理表示，实际上这个就是鼓励你去买房啊，不行就租啊，你把钱存银行里面，还不如去买房。存银行你100万存银行的利息，你不如拿100万去买房出租，那个租金比你把100万放银行的利息要多，就这个意思啊。这个就是静态计算，理想状态，他没有考虑你这房子空置3月租不出去，半年租不出去，完了还要交物业费，还要交暖气费或者是什么卫生费等等，他也没考虑这房价跌，也可能还跌，他也没考虑说你这个租金能维持多长时间，就业越来越难，对吧？这些人找不到工作，他只能去住那些租金越来越低的房子，搬得越来越远。你不降价，人家就不租，人家甚至要离开深圳。这个我亲身例子，年前我就说了，我在北京的房子租金直接降1/3，现在行情就是行情，要不没人租，没人问。所以说你靠现在这种静态计算，刻舟求剑啊，你现在算，即便他说的是真话，你现在算好像租金合适，比银行好像是合算一点，但是啊，1年不到，你的租金就保不住了，经济不行，就业难，你租金怎么可能还能稳得住呢？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你买房出租还能赚钱就去买房。当然如果你说我有好几千万，我这个钱根本就没地方放，我买2套房子出租要配置，这是另当别论。你说我一共就40-50万，我还得加点钱添点钱贷款去买套房，万一你需要钱的时候，你这房子卖不掉，没办法变现，那个时候才叫难。不降价根本就没人问，降价也不一定卖得掉，最后因为你急着要钱只能割肉，你流动性没了，那很惨的。你那个时候就跟王老板是一样的，手上拿了400多个万达，却救不了自己，他因为他卖不掉，降价卖他一亏，解决不了问题，不降价人家也不买，是不是很尴尬？所以千万不要被这些中介被媒体乱算，你以为对吧？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是钱多，我拿我的1/3的钱来配置房产，那另外一回事，你永远都有钱在手上流动，你就不用担心，不用急着去卖房子。王老板手头但凡有点现金，他就不用急着去卖万达呀，着什么急？是一个道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在银行有存款的人是幸福的，虽然你现在不花，但是你踏实。如果你手上是房子没存款，那你就是惴惴不安，心神不宁。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